Hello，歡迎收睇水水 channel。咁啊，今日2026年嘅8月4號香港時間啦吓，大家有冇諗過，有啲人含住金鎖匙出世，而有啲人就係含住呢個草根嘅家庭出世啊？咁都算啦。咁但係估唔到你過嘅人生原來其實唔係你自己嘅人生嚟嘅喎。點解咧？今日咧就想講下咧，中國咧就有單新聞就係話咧，有兩個女仔佢哋嘅人生被調換咗點解調換咗咧？就因為佢哋出世嘅時候咧，喺產房咧就被抱錯咗咁兩個被調換咗有咩特別咧？咁一個就係咧喺來自窮困嘅家庭，即係農村戶；一個就係咧來自比較中產啦，應該叫做又唔算話有錢，但係叫中產啦咁到底呢個係人生嘅玩笑定係命運嘅安排咧？係咪天意弄人咧？定係人為嘅錯誤咧？咁喺正式講到之前咧，咁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我唔係日日都出片啦咁你訂閱咗我頻道咧，咁可以及時收到最新嘅影片通知啦咁其實事緣咧就喺廣東清遠嗰邊咧，就有兩個女子咁喺37年前咧喺醫院嘅產房咧就俾人抱錯咗啦37年前你諗下而家都30幾歲啦真係咁兩個人咧，佢哋嘅屋企咧，其實相隔只係僅4公里啫但係咧就過住啲一個天一個地咁唔同嘅人生咁一個咧就係咧好早就已經冇返學噶啦因為要出去打工要養全家。咁另一個咧就家庭就比較優越嘅即係中產或以上啦，我所講下。咁父母咧就係公務員單位嘅職工嚟嘅。但係咧佢哋父母咧其實之後咧都係有分開咗嘅，因為離咗婚。但其實離婚咧都係同佢個女嘅身世有關嘅咁後面我哋會講啦咁當呢個咧比較有錢家庭嘅女仔咧姓黃啦咁佢知道咗自己原來係個身份係俾人調轉咗之後咧，佢就患咗抑鬱症啦咁而咧兩名女子即係有錢同埋冇錢啦，呢兩名女子咧就將呢件事咧就告上法庭，佢哋就要告呢個清遠市人民醫院要求賠償呢個精神嘅損害費總共係260萬元人民幣咁呢個案件咧就依家未開審嘅，咁排期排到咧今個月即係8月13號就會開審噶啦咁兩名當事人咧，一個叫黃曉琳，一個叫李慧，咁佢哋咧就同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啦，就話佢哋咧兩個都係出生喺1989年10月3號噶，咁時間咧淨係相差55分鐘嘅啫。咁佢哋嘅母親咧就分別係余女士同埋朱女士，即係余女士就係富裕家庭啦，咁朱女士就係貧窮家庭嘅母親啦咁喺佢哋出世嗰日嘅凌晨啦，咁余女士咧就即將生產啦，咁護士咧就問佢可唔可以再等等因為咧仲有另一名產婦喺度待產即係講緊嘅其實就係朱女士即係後來先知咁就話有啲忙唔過嚟咁好多年之後咧余女士啦，即係比較富裕嗰個家庭嗰個女士啦佢又推測啦，佢就話你當年所講嘅仲有一個產婦喺度待緊產嘅嗰個產婦可能就係朱女士，即係佢自己推測啦咁喺兩個人嘅回憶入邊咧，佢哋嘅細路仔出咗世之後咧，就俾人抱咗去度重啦同埋剪嗰啲韌帶啦然後咧先至俾佢哋睇一睇，最後就被送入咗呢個嬰兒房啦咁兩個 B B 咧着嘅衫咧係醫院統一嘅 BB 衫嚟嘅咁所以其實咧係好容易，你唔知邊個打邊個嘅，你係要靠記錄咯咁當時咧婦產科咧就仲未俾新生嬰兒配備身份嘅手環嘅，咁而只係將一張登記咗姓名信息嘅紙質卡片就咁擺咗喺包住嬰兒嗰張被，就咁擺咗喺入邊，即係攝喺入邊，又或者綁咗喺入邊，淨係咁嘅啫咁首先我哋講下比較富裕家庭嗰個家庭背景同埋故事先啦。比較富裕家庭嗰個女子就叫黃曉琳
咁啊，黃曉琳咧，咁啊，佢老豆我哋叫黃富啦，咁啊公務員嚟嘅，咁啊余女士咧就係事業單位嘅職工啦吓，咁啊，但係咧佢老豆阿黃富咧就一直咧對黃曉琳嘅身世咧就感到有疑慮佢細個時候咧就打針驗血，咁啊查到咧黃曉琳咧即係佢個女咧係 O 型血，而佢自己咧就 A 型血喎，而且個女嘅樣貌咧同自己係唔似嘅，佢覺得話個女都唔似我咁樣吓，所以咧佢一直都覺得咧佢同佢個女係生得唔似啦，咁啊就認為佢老婆阿余女士係咪喺出邊有婚外情咧？即係呢件事咧就係黃曉琳佢講嘅吓。咁終於啦喺1994年8月1994年8月咁黃曉琳佢老豆同埋余女士咧就決定咗離婚咁點解咧？就係因為佢老豆黃富啦，我哋叫就質疑阿余女士咧，即係佢老婆會唔會有婚外情，先生咗個女出嚟係同佢咁唔似咁所以就同佢離咗婚。咁黃曉琳就交俾佢老豆撫養啦但係由於咧黃曉琳咧佢感受唔到父親嘅關心所以佢咧後來咧就轉咗去同佢阿媽余女士一齊生活。咁為咗打消同佢老豆多年嘅隔膜咧咁喺2022年咧黃曉琳咧就進行咗一個親子嘅鑑定呢個鑑定咧就好不幸證實咗佢同撫養自己長大嘅黃富，即係佢老豆同埋佢阿媽余女士係冇血緣關係嘅咁佢嗰時就覺得好似個天冧咗咁樣嘅咁黃曉琳咧亦都因為咁樣而患上咗抑鬱症報警之後咧每日都打電話咧問喂，到底揾到佢阿媽未佢話佢要搞清楚到底出咗啲乜嘢事。咁之後咧喺2025年4月啦，被朱女士撫養長大嘅李慧即係貧窮家庭嘅女兒啦就接到派出所嘅電話啦。咁就話喂，有人懷疑咧當年咧喺醫院咧被抱錯咗細路仔咁就通知阿李慧咧配合做呢個 DNA 嘅檢測。結果顯示阿朱女士即係農村貧窮家庭嘅母親先至係黃曉琳嘅親生母親嚟嘅而黃曉琳佢老豆即係黃富同埋余女士先至係李慧嘅親生父母。知道咗真相之後咧，阿李慧咧同埋黃曉琳咧就第一次見面啦。佢哋咧就好驚訝咁樣發現咧自己同埋黃曉琳以及親生父母嘅住處咧，原來彼此咧都係不過係4-5公里啫，即係兩家人其實係住喺4-5公里範圍嘅啫，唔係爭好遠當黃富即係黃曉琳個阿爸啦，即係比較有錢家庭嘅父親啦知道咗揾到自己親生女兒嘅消息之後咧，突然咧就腦出血入院入院之後，李慧同埋黃曉琳咧隨後就向法院狀告清遠市人民醫院，就認為咧當年工作疏忽導致兩人俾人抱錯咗就訴求賠償精神損失費同埋治療費同埋律師費等等相關嘅損失，總額就達到260萬元嘅。其中啦李慧轉將贍養支出同埋家庭相關損失動計141萬幾嘅該案咧就喺8月13號開庭審理對於呢單嘢咧，清遠市人民醫院黨辦嘅一名工作人員接受查詢嘅時候咧就未披露當前醫院內部嘅調查情況，但係表示咧件事已經過咗30幾年啦要等法院判決先知道係點嘅咁樣。到底其實呢場官司有冇得打咧？其實又未必係醫院嘅疏忽嚟喎，因為醫院佢都有寫到張卡片擺咗落 BB 嗰張被度嘅，即係包住 BB 嘅嗰張被仔啦佢都擺咗喺邊，佢都攝咗入去，又或者綁住咗啦都仍然俾人抱錯咗嘅。到底醫院係咪佢嘅疏忽咧定抑或係抱錯咗
嘅母親嘅疏忽咧，咁呢個咧就真係好難講啦，呢個吓。咁醫院當然唔會想賠錢啦，醫院佢實話我做好晒程序噶啦，係咪先？我又唔係話冇寫名，係咪先？咁係你哋自己抱錯啊。雖然咧個故事就到一段落，但係咧講翻啦，佢哋呢兩個女仔嘅人生錯換咗37年咁耐之後咧，咁到底呢兩位女主角李慧同埋黃曉琳咧，終於係揾翻自己嘅根，即係起碼知道自己親生父母係邊個先啦，咁但係到底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定係壞咧？咁而阿李慧嘅心情咧，其實咧就好複雜喎。阿李慧即係貧窮家庭嘅女兒啦，咁佢又好複雜喎。佢話經歷咗30幾年嘅生活困境嘅佢咧，諗住呢幾年可以安定落嚟啦，啱啱安定落嚟，即係捱咗咁耐窮啦嚇。咁而家先知道，原來佢過嘅生活咧，原來唔係佢應有嘅生活嚟嘅，原來佢過嘅人生唔係佢嘅人生嚟嘅。佢有時仲會諗，如果一直唔知道真相嘅話，會唔會更加輕鬆啲咧？或者會唔會更加開心啲咧？咁頭先講完有錢女黃慧琳，咁而家就講下李慧啦嘅家庭背景啦。咁李慧咧就俾人抱錯咗，去咗一個農民嘅家庭啦。咁李父咧同埋朱女士咧就原本咧就經營一家雜貨店嘅。咁但係咧李慧咧小學2年級嘅時候咧佢老豆即係李父陷入咗投資騙局啊。咁屋企嘅積蓄咧就被騙冇晒啦。咁佢老豆就變得一蹶不振，咁間唔中都會出去做下嘢嘅，但係屋企咧主要都係靠佢阿媽朱女士咧打散工嚟養大一對仔女嘅，咁就過住啲寄人籬下嘅生活，咁佢自己就話咧，佢自己咧就遭受過校園嘅霸凌噶，咁喺呢個叛逆期嘅時候咧，父母亦都聽信其他人嘅介紹，就將佢送去醫院，咁之後咧，阿李慧咧佢未能夠考上普通嘅高中，即係讀到初中啦，即係咁所以冇幾耐咧，佢就冇讀書啦，就出去做嘢啦。佢嘅第一份工作咧就係喺街上面賣衫。咁之後咧仲做過導遊啦、酒店前台啦、房產銷售啦等等。咁到依家咧，阿李慧咧就逐漸咧成為咗咧養全家個人啦。即係其實都好偉大，但係聽落去都覺得係好辛苦，個過程一定係好困苦，係不過咧佢就冇放棄，佢又重新拎起本書，就後來咧佢就攞到中專同埋大專嘅文憑。咁佢仲話自佢有記憶以嚟屋企前後搬咗5-6次屋企噶啦，已經係咁呢啲漂泊嘅經歷咧，最終咧終於都令到佢可以幫父母買到一套屋啦。咁但係長期加班嘅勞累、勞損同埋生活壓力咧，就令到佢喺2019年就確診咗呢個血液病。咁目前咧仍然需要持續咁樣食藥嘅。咁佢亦都坦言啦，佢就話當知道佢過嘅呢啲貧苦生活，過咗咁多年嘅生活，原來係唔屬於自己嘅人生嘅時候咧，佢話覺得呢件事係好難消化。咁而家阿李慧咧照樣咧同撫養自己長大嘅朱女士一齊生活嘅。佢話佢阿媽即係朱女士冇退休金係需要照顧嘅。咁而佢親生母親嗰邊咧就始終因為冇長期相處過，咁亦都驚係有隔膜喺度嘅。咁其實都係嗰句生娘不及養娘大。呢句係真嘅，呢句係啦。雖然你知道嗰個唔係你嘅親生父母，唔係你嘅親生阿媽，但係佢始終撫養你成人。再加上係你係後來先知道，你由頭到尾你都唔知嘅，係後來先知嘅。即係之前你係真係一直當佢阿爸阿媽咁樣去睇，投入咗感情被照顧。後來雖然先知道唔係自己親生嘅咁，但係始終個感情係喺度嘅。雖然反而另一邊嗰個係你親生，但係冇同你一直相處，亦都冇同你生活咁多年，亦都即係冇喺身邊生活過。咁始終其實都係爭啲嘅，都係即係知道係佢先係我親生，咁點啫？咁即係其實唔係話不孝，但係始終即係冇感情就即係冇感情呢啲嘢，即係我明白嘅呢啲嘢係咁今日呢條片就
講到呢度啊。咁啊，大家有咩意見就不妨留低你嘅意見啊。咁啊，覺得到底係天意弄人啦，定係人為嘅疏忽咧？啊，即係竟然搞單咁嘅嘢出嚟，37年之後先知道啊！你又會覺得喂，係咪好唔抵咧？係咪先？即係你話喂，黃曉琳佢過咗37年都係比較富裕，唔使捱窮嘅生活就話啫。咁但係李慧啊過咗37年係要捱窮嘅生活，咁啊會唔會覺得好唔抵咧？咁你都可以留低你嘅寶貴意見吓。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咁今日講到呢度，拜拜。